台灣上下屆15日也就係6隊運動會，上晝禮拜六、禮拜日係啲偏東昨天來舉行。為到嘅其他地區嘅鄉親，也做得感受為到6隊運動會就見鬧熱。呢屆鐵牌記者親身做，當係去到昨天貴州老南部鄉親強下來參加比賽，從係將跑上老開當風總用功，帶領大家透過比賽來了解6隊採體文化。另外，啲昨天貴州省學嘅中二次，韓國客家文化館就係天出愛去嘅文化景點。呢屆另外一屆鐵牌記者陳炫之，就係帶領大家去到街會了解採體客家文化，還有自家來做變龍山，強下來看。祝新年韓國客莊行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！今日新年韓家演奏帶大家來到屏東嘅昨天老了哦。國鐵票最後係認證，今年係第51屆嘅6隊運動會，一個拍得非常就係啲昨天貴重影片。大家下部有咁樣多位精彩表演，我哋大家來看啦。其實你看到幾順風有動作嘅運動員等等我哋比賽冇，其實啊一個6隊運動會啊，除咗個運動比賽以外，韓國有動作動神嘅發通哦，等下演奏就會帶大家來實際體驗看啦。演奏我哋大家來聽啊，係一個運動比賽運用嘅進行。先然後再帶大家來去富圈呢，從喺昨天貴重富圈有一個6隊中醫寺，韓家有客家嘅文物館，所以一下我再出發帶大家來去行行聊聊。演奏我先行嘅，好，拜拜。你睇下有看到一下演奏後背一個拋傘哦，其實啦，你講拋傘係一種富圈嘅採體文化哦。即係為咗一個自拋嘅點做過後，疊上去，或者疊到嘅雙背一個拋傘，等下演奏就會帶大家自己來體驗一個動作嘅體驗發動哦。一下佢講拋傘比賽已經，大家有看到冇？一下演奏後背。我相信，你拿啲一個自拋嘅啊，就我拿啲個攞起點數過後，佢跌到佢雙背嘅自拋上都空，原來嗱一個拋上叫做反正個幾個田定風景嘅，而且佢難度一個，韓國一個嚴重嘅自拋上噼里啪啦動，然後長度就會動緊中，不說冇按鍵彈咯，我養到一個比賽就一下呢演奏對不對？大家來是集體相關啊。看其他比賽嘅選手嘅自己嘅講點做，然後踢疊上去啊！靠近一點點。喂，最油啊，加油啦！雖然嗱，一係演奏鐵牌體驗，唔過呢，現在演奏有動強嘅，所以有嗰種呢，家下兩個跑上都會演奏得到嘅。其實嗱，佢發動動手機咯，而且一個自跑拿定數空，肯定嘢嚟點做就會動幾數。係個一跑上動過，嗰時佢發動真件動難咯，民眾駕駛有機會真件很明白，我嚟體驗看啦。你見過嘅出嘅咧，長跑上比賽過後啊，一下田徑比賽線上嘅進行嘅係凱丹風總用功比賽，你再看到呢，一下一個比賽線數嘅凱地一個單條，仲有一個奇怪見照，最後一個蹺蹺板過後，我走到一個總用功嘅成績條線，我要跌到身高過後，將做地就轉移。如果你一跌身高唔係按好出嚟，可能我跌幾下擺真有辦法。嗰所以個比賽呢，看起來真見動難呢。其實係發通啊，冇關係，見之後啲動見，但係我行過一個蹺蹺板，其實就動難。現在一個凱丹風總用功啊，為進行進之後，可是嗰時候一發通看起來雖然講一整期其實動難的，認真走起來會跳起唔出。韓國清明時節啦，還會跌身高，假使講唔落按好運，可能會跌動多擺，當做嚟完成一個發通。一個凱丹風總用功啊，係為大家記得條擺6隊員為凱丹本總用功安尼嘅文化。家先有講，其他去客家文物館來做個變龍山，呢個是下其他做到用嘅。哇！看到演奏一個有按出擊嘅一個體育比賽哦，一下就攞一下心情。我來看啦，一下先係啲影片哦，係一個6隊嘅總意思。
今年佢用时报加美国的6队的老主公，所以讲有鸦片。喺民国47年家下，将鸦片归建各位，一下看起来无爱心，最后係迎接民国1802年家下又敢以重新做工。所以当年啲鸦片，每派一个存机，含加有求机的态点，就会希望民众来到鸦片啊，也是得来看啦，一个按有客家特色的场馆。唔单止有一个종이祠，其实隔壁咩有一个客家的文物馆，所以讲一下就对鸦片出发去接片，来看下地都有按到乜嘅丰富的东西哦，来去。啊，啲屏东一个按年年的蔬菜啊，有一个真金贵良诶，佢买东西按喏，一个槟榔山啊，槟榔唔係一粒咩嘛？槟榔山就會認真頭擺啊，第6隊鴉片，研究中幾多嘅槟榔咩？一個槟榔唔單止係經濟生活咯，其實一個槟榔嘅葉尾，也做得拿來做山呢，就是做一個傷寒發痛啊。我沒想到看啦，我講有按簡單咯，我以前先生講唔過嘅啦。先生，我想要請教一下，一個槟榔山按用嚟做？哦，要做呀，要準備幾多東西？嚟前面對。好，我講聽數。好。準備好按多東西，唔過我能看到啊，一個笨蛋的東西啊。先生係想問啊，一個槟榔山啊，啱嘅係用嚟做出來嘅啊。哦，也係槟榔吼，迄個人釀嘅槟榔學做嘅，係，人對釀槟榔吼，釀嘅伊可能係無走，人可能前面處理吼，可能幾廿日，對比賽砍平來，種洗澡來做出來嘅太陽式嘅模嘅。安尼咁樣吼，因為也可做菜貝，可以碟子、碟布嘅攏可以做。擺好比較細，我哋再來燉下汁啊，來做一些嘅那個裁切。裁切哦。差不多誒。加先噴水，噴咧就冇噴鐵色，如果有陣時安尼噴喎，仲要啲牛巴都會焦。係，安尼斜斜安尼變落去，斜斜空氣啦，放喺做去，安尼斜斜安尼變落去，數摸去，唔屬於起咩話吼，打個空氣嗰塊做出來，用啊撞出來，安尼對中間嗰是起咩就要個水字摸水白塊，好。先變落去，一樣安尼對中間嗰是。對中間還是頭。個強個慢一些，用米線子，從細末用嚟做粉底用嚟，安尼醬嘅安尼燉呀，安尼都 OK， 安尼就 OK， 冇問題。哇，大家有看到冇？其實一個槟榔山啊，我變做對頭都按你買嘅路冇，變到按你啊 YouTube， 其實唔係困難嘅，頭都線上面有講到哦，其實一個係幾合適。幼稚園都叫小人實驗年度時代來做體驗麼？迄講做起來真經係一個幾好嘅紀念品呢。頭都做好嘅一個槟榔山啊，就係啲鴉片係客家文物館來次體驗嘅。其實一個客家文物館啊，係啲屏東鴉片2001年研究成立嘅。大家睇下看到喎，其實鴉片係啲圓形嘅建築。圓形建築其實也喺啲台灣佢常會看到，不過鴉片屬喺台灣頭一類哦。客家鴉片咩收藏嘅依度係同6隊相關嘅客家文物，差唔多有600人片啦。啲鴉片咩有依度冇相同，係冇天氣嘅展覽。歡迎鄉親朋友啲禮拜6日家下，係講有來到6隊中隊竹田鴉片，也是得來到鴉片來看下一個冇相同嘅場館。客家今年我哋有聽樣嘅講泡沙，頭都未有做嘅一個槟榔山。聽過呢，我哋愛繼續啲竹田老料，啲竹田茶條嘅片有一個起定腳踏茶之理，所以聽過呢，先至就要帶定大家起定腳踏茶來感受冇相同屏東嘅客家風情。